小跨年烟雾真不幸所发生意外，导大学生包游艇庆祝，想不到有一个19岁一年的侨生，可能是啉伤济，徛无在，为游艇煞摔落去淡水河，到即马人也未找到。第10日嘛，有民众骑脚踏车，雄雄感觉讲会疼，停落来时看了发现讲，可能和这个燃烧无完全，这个烟火火星去烧着，身躯拢有真空。 红红一道一道空喙，规人清楚看到，想不到去骑脚踏车会去烫着伤。新北市汐止的新光桥，下早就真侪人来遮运动，着伤的人就是伫咧遮骑车，骑到一半，雄雄感觉会疼，停落来才发现，敢若去烟火火星烫着伤。我有听到鞭炮的声音啊。 好像烟火还是鞭炮，烟火那种。对，快天亮的时候也有。照规定，现场袂当放烟火，不过跨年暝消防局接到51件通报，有一件放开检举单啊，发生意外，有大学生包船啊开 party， 所有人栽落水内底。 伫咧水内底一直找，不过天光啊，也未找到一年侨生。有人讲，一个19岁查甫人穿朴色的衫，当时敢若是因为啉酒醉，无骑好在。邱林船为淡水飞航经过中央大桥时阵，一直摔落淡水河内底，随报案，希望伊当紧甲人找出来。